立法院咧审查国会职权的法案引起冲突，国民党的立委就呼吁总统赖清德爱召开国事会议，招调野的党主席来解决这个争议。因为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是发声讲，明仔载议会一定要拼法案三读通过。因为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强调，若是硬说好三读通过，因一定会申请释宪。民团嘛不排除要发起联署，提起公民复决来还债。 我们当家的当总统，如果你没有控制这样子的事情，没有限制你的人的话，所有的立委还有议事人员都活在恐慌的日子。 立局顶目屎流目屎地向总统赖清德发声，因为离世甲联合立委林淑芬发生肢体冲突，佮唤起家不惊吓，要求林淑芬回室内，若无提告。调野已经3度攻防国会职权法案，若被拼离被删除。另外，党团总调郭建明发声先坐落来讲，要过民众党团表明无接受无直播的调野协商。 我不会再走进那个办公室，走进那个没有直播的办公室，出来怎么样被造谣抹黑，根本没有办法控制。有南亚立委呼吁赖总统召开国事会议，邀请南北党主席同齐解决争议。不过郭建明批评是转移焦点，佮表示法案三读一定申请释宪。南亚党团总调鲍坤基强调，立法一定拼三读，无被记者批评执政党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口抗争。 我们在明天会全心全力的让国会改革法顺利的来三读。对于民进党所发动的群众运动，这是世界奇迹哈。国民党现在很会转移焦点，其实这很简单，韩国一句话就停下来了，大家遵守议事规则，照程序来就好了。 行政院长卓荣泰伫接见北美大上会时，话一转，强调家己会继续努力，看立法院甲下党善意的回应，民众立法下党唔免搁集结。我希望两院之间能够平顺的互动互相的尊重。我现在更希望，我等一下还要努力看看，是不是明天我们的群众不用集结。 立法院法院有假会阁引起表决大战，若三读通过，公民团体无排除联署，提公民复决还债。另外，行政院感谢会复议，行政院表示必要的时会适时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